大家好，今次會介紹嘅功能係 Data Validation 數據驗證。佢嘅主要功能係限制儲存格嘅資料類型同埋數值，幫助我哋確保資料嘅準確性，亦都可以根據預先設定嘅條件去檢查儲存格內嘅資料係咪正確。我哋喺 Data 嘅頁面中揾到 Data Validation，click 旁邊嘅箭嘴會見到有3個選項。第一個係 Data Validation，可以限制儲存格嘅資料類型同數值，以及輸入一啲提醒嘅字眼。第二個係 Circle Invalid Data，係將有錯誤嘅儲存格圈出嚟，幫助我哋辨認。最後就係 Clear Validation Circles，去清除有關圓圈。我哋而家會示範 Data Validation 嘅功能。首先，我哋想檢查一下 CGPA 嘅數值係咪正確。我哋先框選適當範圍，然後按 Data Validation。第一，我哋要設定資料類型，呢度可以設定唔同嘅資料類型，例如日期、時間、文字長度等等。由於 CGPA 係可以有小數，呢一次我哋選取 decimal。第二就係數值嘅限制。Data 下邊我哋保留 between， 然後輸入 CGPA 嘅最大同最小值，就係0至4，然後按 OK， 咁就完成設定。而家我哋到 Data Validation 選擇 Circle Invalid Data， 就可以將唔符合我哋啱啱所設定嘅資料圈出嚟。我哋見到圈出嚟嘅資料都唔符合0至4嘅設定。因此，我哋可以知道呢個 CGPA 嘅數值係有錯誤。另外，如果我哋想喺輸入資料嘅時候顯示提示，先框選適當範圍，然後去返 Data Validation， 按旁邊嘅 Input Message 標籤，我哋可以設定喺儲存格輸入數據時會顯示嘅信息，例如我哋喺 Title 寫 CGPA。然後輸入可接受嘅數值範圍，可以寫 input range 冒號0至4，然後按 OK。咁樣，當我哋選取儲存格嘅時候，就會出現我哋所輸入嘅提示。而當我哋輸入返一個合適嘅數值，圓圈就會消失。如果我哋再次輸入一個超出限制範圍嘅數值，系統預設唔會允許輸入，並顯示錯誤信息，要求我哋再次輸入。我哋都可以自己設定呢個錯誤信息入邊嘅內容，先框選適當範圍。當我哋去返 Data Validation， 會有一個 Error Alert 嘅功能。如果我哋剔選咗呢個選項，就會有錯誤信息去提醒你所輸入嘅資料唔正確。右手邊亦都可以好似 Input Message 一樣，設定返你想顯示嘅信息，例如輸入 Invalid Entry， 下面輸入 Range 0至4。喺左邊亦都可以選擇返唔同嘅 style。如果選擇 stop， 系統會唔允許我哋輸入相關資料，好似頭先咁樣。而如果選擇 warning 或者 information， 系統雖然會出現錯誤信息嘅提示，但仍然會允許我哋輸入相關資料。我哋選擇 warning， 按 OK。我哋再次輸入一個超出範圍嘅數值，就會顯示 warning 嘅提示，俾我哋選擇係咪保留呢一個資料。跟住會介紹 Data Validation 一個最常用嘅功能，建立下拉式選單，好似畫面顯示咁。首先，我哋需要將選項抽出嚟，然後將所有 Faculty School 嘅資料複製到一張新嘅 Worksheet， 然後框選整行資料。到 Data 嘅 tab 下面 click Remove Duplicates， 再按 OK， 就會整合出一個 unique 嘅資料清單。我哋而家就可以返到頭先嘅 worksheet 去建立選單，先選取 Faculty School 嗰一行，按 Data Validation 選擇 List， 喺下邊 Source 嘅位置框選 Worksheet 2嘅選項，再按 OK， 建立選單嘅步驟就完成。
我哋而家可以睇到儲存格嘅右邊會有個小箭嘴，按落去就可以選擇我哋所預設嘅選項。如果我哋輸入一個選擇以外嘅資料，就會出現 Error Alert，確保我哋唔會輸入選單以外嘅資料。最後，當我哋唔想下面出現 Worksheet 2，我哋可以將 Worksheet 2隱藏起嚟。咁今條影片去到呢一度，希望 Data Validation 嘅功能幫到大家。